第130篇，誠心禱告吧。使徒行傳10章4節，哥尼流定睛看他，驚怕說：主啊，什麼事呢？天使說：你的禱告和你的周濟達到神面前，已蒙紀念了。喺聖經入面記載咗好多人嘅禱告，但係呢一次嘅禱告非常特別。有一位信徒名叫哥尼流，佢喺禱告當中見到一個異象。當時係正午時分，佢見到有一個人入咗佢嘅房，定睛望住佢。哥尼流好驚，乜嘢事呢？點解突然有人入咗嚟呢？佢係邊個呢？要做乜嘢呢？一大堆問題湧上佢嘅心頭，佢非常害怕，就問主啊，乜嘢事呢？嗰個人回答：你嘅禱告同埋你嘅周濟已經達到神面前，並且蒙咗紀念。跟住天使就向佢預告將會發生嘅事。呢個時候，哥尼流嘅心情先至慢慢平靜翻落嚟。我哋對禱告嘅態度係點樣嘅呢？你相信神垂聽禱告嗎？如果你既唔相信禱告，卻又禱告，呢個係點解呢？定係話你係半信半疑呢？冇錯，有好多禱告，我哋都唔知效果係點，但係請你唔好懷疑，神係明白嘅，佢垂聽禱告，佢有佢嘅安排同埋旨意。然而，點解有好多禱告並冇按照我哋嘅心意成就呢？係神冇垂聽呢？定係呢個禱告唔符合神嘅心意呢？我哋係咪要仔細審察自己嘅禱告，令到佢更加合乎神嘅心意呢？我認為唔需要諗太多，只要將你嘅心意誠心咁向神訴說就得啦。但係亦都有人擔心自己嘅禱告係咪亦都有可能得罪神呢？根據我對聖經嘅了解，神從來冇因為人錯誤嘅禱文而懲罰任何一個人。相反，無論你向神所祈求嘅係乜嘢，只要憑信心求，不疑惑，神必垂聽你嘅禱告。呢個係雅各書話俾我哋知嘅。我鼓勵大家恆常禱告，唔好驚，亦都唔好疑惑，神必定垂聽，並以佢嘅信實應許賜俾你超過你所想所求嘅。